请你拿剑斗给我吗？我说剑斗，剑斗就是剪刀啊。哦，剪刀在这里。谢谢某某暗自 say。小朋友，你们在使用剑斗的时候要很小心哦。彤彤姐姐，可以请你给我刀子吗？刀子，斗哎，点点，斗哎很危险呢。可是这个粘土太大块了，我想用刀子切小块一点啊。小朋友使用斗哎很危险，不如我给你塑胶的斗哎好了，这样子比较安全，不会切到手，还可以把粘土弄成小块小块的哦。好，来，这个给你。你们看，我做的这个面包像不像啊？哇，某某你好厉害哦，真的很像刚烤好的面包哎。彤彤姐姐，你看，我也做了好多红萝卜啊。点点也好棒哦，红萝卜好像哎。彤彤姐姐，那你做了什么呢？我就是想不到嘛。可是你剪了好久哎，跟我们好好学啊。那某某先帮我决定。菱形啊。剑斗，剪刀，剑斗，剪刀。斗哎，刀子，斗哎，刀子。猫猫，问你哦，剑斗可以做什么？可以捡东西。那斗哎可以做什么呢？可以切东西。那我考你哦，有种东西剑斗剪不断，斗哎切不断，是什么呢？不知道哎。答案是水。小朋友使用剑斗或是斗哎的时候，都要特别注意安全哦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张海亮。